Hello，大家好，又係 AJ 帶你睇單位。有冇諗過一個單位可以同時享受到旺角東站、油麻地站同埋旺角站嘅3站鐵路優勢呢？仲要2分鐘行到培正，5分鐘行到南拔水？冇錯，加多利軒就滿足到你所有嘅要求。單位390尺，屬於兩房嘅間隔。而家同你望下，業主咧就喺單位入邊咧做咗好多嘅家私配套啦。其中咧呢張 sofa 咧就坐到2至3個人，對住嘅電視櫃咧都係入牆式嘅。加埋啲儲物空間咧，絕對顯得間屋非常溫馨。你再向前行少少啦，你會見到咧，仲有一張新宿式飯台。喺單位空間嘅運用上邊咧，就完全用到極致嘅啦。會有呢個開放式廚房嘅設計，令到個單位嘅空間咧融為一體。再向呢邊行少少，向右手邊行咧，你會見到其實佢有2間房嘅配套，一間主人房，一間客房。客房業主非常貼心，做咗上下隔床，絕對滿足到2個小朋友嘅居住環境需要。而2間房咧都擁有非常之高嘅採光度嘅，絕對唔會感覺非常暗嘅。單位我哋睇完啦，如果你都想擁有呢一個咁好配套嘅單位嘅話，千祈唔好錯過呢個機會啦，非常難得啦，快啲約我睇下啦，拜拜。